我们要邀请乡亲来看戏，光辉的10月花式艺龙无停止，为国庆日，也就是今日开始，2019舞蹈秋天将会带来连续2个月舞蹈节目，分别伫国家戏剧院、事业剧场、甲云门剧场来演出，带咱乡亲先来看卖。舞者串伫观众席的，搭伫椅顶，慢慢走向舞台。规场的表演所呈现的是一场生命的旅程。可以看到在生态里面，各种不同的生命形态，在一个环境里面，怎么透过互相之间的一种滋长，那在生命的形态里面共同的共生。另外，加拿大艺术家是献上90分钟的演出，加上乐手现场的表演，要甲大家讲，无论如何，拢爱充满希望。我们这次就决定挑战自己，把一些难讲出口，但事实上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所有的议题、社会性的议题，带到这样的舞台上。对国庆节开始，2019舞蹈秋天连续2个月带来精彩作品。基调为就是关注社会议题，这就是气候变迁、战争、甲资讯时代，希望为观众带来深深的感动。